如果你用普通話嚟講，放到河裡面，人哋就聽唔明究竟係放喺盒裡面，還係放喺河裡面啦。呢個就係點解粵語講戴綠帽，而普通話要講成係戴綠帽子嘅原因啦。因為上古漢語詞彙就以單音節為主，比如帽、襪、鞋等等。粵語就比較多咁樣保留咗呢個特徵，而元朝收編咗中原音韻之後咧，就變成只有4個聲調，導致咗同音詞就增加。為咗區分詞義啊，逐漸咧就通過雙音節化嚟到擴充詞彙，就出現咗名詞後邊要加個子字嘅情況。比如開頭講嘅嗰句，如果講成係放到盒子裡面，意思咧就比較清楚啦。仲有一個原因就係普通話受北方阿爾泰語系嘅影響，由於元朝以嚟北方地區長期受蒙古滿族嘅統治，嗰啲民族語言嘅多音節特點啊，亦都造成咗漢語雙音節化。而粵語由於地處邊遠嘅嶺南，受北方嘅影響就比較少，使到上古漢語嘅特點咧就得到保留。